歡迎大家嚟到宇宙信息解讀室，我係占星師 Chrissy。宇宙信息解讀室係希望透過占星盤，幫我哋嘅網友喺盤入邊揾到 hints 或者線索或者資訊，能夠幫佢哋對於而家當前最關心嘅問題，揾到一啲方向同埋線索。我哋而家首先睇下，今日我哋網友嘅問題係追求者同我發展嘅可能性。佢想知而家呢個追求者同佢發展呢個戀愛關係嘅可能性。我哋嘗試喺佢嘅星盤入邊去揾一啲資訊同埋線索。因為私隱嘅關係呢，我哋就只會擺個星盤出嚟，我哋就唔會列出大家詳細嘅出生資訊或者係你個名嘅。咁我哋可以見到呢一個網友呢，佢就係一個女孩子嚟嘅。星盤就係由佢嘅出生日期、出生時間同出生地點呢啲資訊，去經過軟件嘅計算呢，就可以得出嚟嘅。我哋首先就會睇下呢個星盤入面同呢一個問題相關嘅一啲資料。如果問愛情有關嘅問題，我哋當然會去睇金星，就係綠色點，係星盤綠色點入邊嘅部分。我哋會睇下呢位網友佢喺感情上、愛情上嘅一啲追求同期望，究竟係一啲乜嘢？我哋見到呢位網友佢嘅金星係喺白羊座，金星白羊座嘅愛情好追求嗰種直覺同埋感覺，一見鍾情發生嘅可能性其實都非常之高嘅。但係金星白羊座嘅愛情呢，容易快嚟快去，除非呢，大家會喺個感情關係入邊 keep 到嗰個熱度。如果唔係呢，嗰種愛情嗰種感受嘅情緒呢，好快就會好似火花咁樣閃過咗噶啦。而究竟呢位案主，呢位女孩子，佢喜歡一啲點樣嘅男仔呢？佢追求緊邊類型嘅異性呢？我哋就會睇佢星盤入邊嘅火星。我哋見到呢位案主佢嘅火星呢，坐落咗喺巨蟹座。巨蟹座係一啲好溫柔、好體貼、好能夠觸動到佢嘅情緒、好照顧、俾到安全感佢嘅一啲男孩子。所以呢，一啲暖男型嘅男孩子呢，就會好受到呢位案主嘅關注同埋吸引，或者呢，喺感情上、喺戀愛上呢，呢一啲暖男型嘅男孩子對於佢嚟講呢，係特別容易有一種火花或者觸動嘅感覺嘅。跟住我哋睇睇佢嘅追求者嘅星盤啦，佢嘅追求者係一位男孩子嚟嘅。咁喺男孩子嘅星盤，我哋一樣會去睇金星，究竟呢位追求者去渴望、期望嘅愛情嘅感受係一啲乜嘢呢？呢位追求者嘅金星星座係山羊座，山羊座係土象星座，係一種好穩陣沉實嘅土象星座。呢位追求者佢期望嘅愛情戀愛嘅感覺係有安全感嘅、實在穩定，亦都係長遠長久嘅。我哋亦都可以睇下呢位男孩子喜歡點樣嘅女仔，我哋亦都會睇金星星座。呢位男孩子喜歡嘅女孩子都係一啲實幹型、實在型嘅女孩子，因為金星星座係山羊座。佢會希望呢位女孩子可以簡單啦，喺日常生活甚至喺工作上面都同佢有所幫助，可以相輔相成。佢唔介意呢個女孩子有啲悶，有啲固執，但係佢會希望呢個女孩子情緒會比較穩定安穩啦，同埋感情咧平平淡淡、樸樸實實，但係可以走得更遠、更長久。所以我哋可以睇睇呢兩個人嘅星盤本身係對於愛情上嘅追求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女孩子期望愛情係一啲火花，有樂趣、開心、快樂；男孩子期望嘅愛情係一種穩定、安逸、平穩同埋長久嘅。咁本身係大家對於愛情嘅感受同埋追求上邊已經會有一啲分野喺度。另外喺二人合盤上邊，呢個係由女孩子角度出發去睇呢一段愛情關係，或者同男孩子嘅相配嘅程度。我哋見到第五宮入邊會有木星，女孩子會喺呢段關係入邊感受到快樂、開心同埋一種幸福幸運嘅感覺。
但係咧，海龍星亦都喺隔離，會有一種傷痛，或者會 recall 翻女孩子以前一啲戀愛經歷中一啲傷口或者唔愉快嘅地方。當然，我哋亦都可以睇睇第十一宮入邊金星同天王星有一個相位，對女孩子嚟講，呢段感情關係好快有感覺，甚至好快可以開始到嘅一段愛情關係。咁但係要留意，天王星係一個快嚟快去，係一個急速變化嘅行星。咁對於女孩子嚟講，如果佢問追求者同佢發展嘅可能性嘅話，的確係會有呢個開心同埋發展到嘅地方。咁但係如果要追求一種長遠長久嘅一種穩定嘅關係嘅話，呢度我哋就需要睇更多唔同嘅星盤入邊嘅資訊，同埋二人合盤之中相處上嘅一啲唔同嘅位置啦。所以睇完啱啱嘅個案，星盤顯示咗一啲能量、一啲狀態，話俾我哋聽。但係點樣去選擇，點樣同其他人相處，絕對係喺我哋手上。我哋可以選擇。如果你都有啲問題喺呢一刻，你好想知，或者困擾住你，你都好想嘗試從星盤嘅角度睇下會唔會俾到一啲啟示同方向你嘅話，歡迎你喺我哋呢段片嘅資訊入邊去揾一條報名嘅 link，你可以喺嗰度留低一啲資料俾我哋。如果我哋揀中咗你嘅話咧，你就會喺我哋 YouTube channel 嘅宇宙信息解讀室入邊就會睇到你相關嘅問題同埋星盤解讀嘅初步嘅資訊。如果大家需要更詳細嘅星盤解讀，或者係同一個問題需要更多更進一步資訊嘅話，歡迎你同我哋聯絡。你可以喺我哋嘅片段下邊留言，又或者直接私信俾我哋。我哋下一次再見，拜拜。